大家好，我係廣財哥。今日我哋要拆解一單教科書級別嘅商業作死大案。大家平時睇財經新聞，見到一間公司每個季度收入升12%，一年搵64億美金，淨利潤接近19億。照計呢隻股票應該升到上月球啦，但係呢間公司嘅股價竟然插水70%，跌到8年嚟嘅新低。市值跌穿1000億美金，連做咗18年嘅首席執行官都要劈炮唔撈。呢間公司就係大家電腦入面實有嘅 Adobe。點解一間印鈔機會搞到變過街老鼠，被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重罰1.5億美金，仲要無啦啦賠10億美金掟散費俾自己最大嘅死對頭？今日我哋就攤開盤數，一齊睇下呢個1000億雞棚係點樣冧檔。故事要由2013年講起，嗰陣時 Adobe 做咗一個極之聰明，但亦都係一次罪惡根源嘅決定，就係將 Photoshop 同 Illustrator 呢啲王牌軟件由買斷制轉做訂閱制。以前大家行入電腦，俾700蚊美金買一隻實體光碟，裝落電腦，個軟件就永遠屬於你。最多出新版嗰陣，你覺得啱用，先再俾多200蚊去升級。但係轉咗做雲端訂閱之後，遊戲規則變晒。呢度就帶出我平時做生意成日講嘅一個切入點，大家要明白租金燈油火蠟同人工嘅硬成本賬本計死數邏輯。對一間傳統科技公司嚟講，買斷制嘅現金流係好波動嘅。客仔買咗一版可以用幾年，你冇得逼佢年年俾錢。但係訂閱制就唔同，佢將一筆過嘅收入變成每個月定時定候扣數嘅流水。喺華爾街班大鱷眼中，呢啲可以精準預測嘅經常性收入就係最值錢嘅資產，亦都係推高市盈率嘅核武器。但係 Adobe 點樣將呢套訂閱制玩到出神入化，甚至可以話係踩界呢？佢哋精心設計咗一個心理陷阱。當你去買服務嗰陣，佢唔係好似 Netflix 或者 Spotify 咁明碼實價得一個月費俾你揀。佢擺出3個選項，最貴嘅係純月費計劃，最平嘅係一次過俾晒1年錢嘅年費計劃，而擺喺中間最吸睛嗰個叫做年度計劃，但係每月收費。好多客仔睇到個價錢平啲，又係每個月扣數，覺得條數計得過，就毫不猶豫咁撳咗落去。但係你諗深一層，呢度就係割韭菜項目嘅底層邏輯，利用散戶貪小便宜嘅心態去綁死你。當你以為自己只係買緊每個月20幾蚊美金嘅彈性服務，其實你係簽咗一張為期1年嘅死約。最得人驚嘅位嚟啦，如果你中途想取消，Adobe 會點做呢？佢會直接罰你剩低合約期一半嘅錢作為提早解約費，即係話如果你用咗2個月發覺唔啱用，或者你個項目完咗想斷供，佢會硬生生喺你張信用卡度扣多幾百蚊美金。好多客仔喺網上大吐苦水，話試用期14日一過，即刻跌落呢個無底深潭。仲有樣嘢好搞笑，市面上99%嘅訂閱服務都可以俾你喺後台撳個掣，熄咗個自動續約功能，等個合約期完咗就自然停。但係 Adobe 係唔得嘅，你冇得單方面熄自動續約，你唯一嘅選擇就係撳取消，而一撳取消就會即刻觸發嗰筆天價違約費，搞到最後好多網民話唯一可以鎖身嘅方法，竟然係打去銀行報失張信用卡，當張卡作廢。Adobe 扣唔到數先至可以逃出生天。呢個情景令我諗起喺香港做實體生意嘅慘況，就等於頭被業主瘋狂加租，加租1倍，企硬唔減。你明知佢恰你，但你啲生財工具裝修全部喺晒度，焗住一係硬食，一係執笠退場。對於班設計師同埋剪片師嚟講，Adobe 就係嗰個惡霸業主。你成間公司嘅工作流程，啲客要嘅原文件格式，全部都綁死喺 Adobe 度，你根本冇得轉會，因為成個行業都係用緊佢。
老闆要你交稿，你唔用Adobe交唔出貨。做呢種深度嘅商業復盤真係好嘥時間。你哋嘅熱推就係財哥最大嘅爆肝動力。如果你覺得財哥拆解得夠通透，麻煩順手撳個熱推，我哋繼續深潛。既然收過路費收到咁過癮，點解Adobe會開始冧檔呢？因為市場上終於出現咗一個可以挑戰佢嘅後起之秀，就係 Figma。Figma 行嘅路徑完全擊中咗Adobe嘅死穴。佢唔使你下載幾十個 GB 嘅軟件，直接打開網頁瀏覽器就可以畫圖，仲可以幾個人同一時間即時協作。最致命嘅係佢有個極度慷慨嘅免費版本。大家見到 Figma 就好似見到救星咁，瘋狂轉回。Adobe 高層睇住條數，知道唔對路啦。佢哋第一時間諗到嘅唔係點樣改善自己個爛鬼軟件，而係諗住用錢解決問題。呢度我就要點評下，一眼睇穿啲財技局同點樣搭棚。Adobe 開出咗一個震撼全宇宙嘅價錢，足足200億美金，企圖將 Figma 收購返嚟。呢種就係典型嘅資本搭棚，趁對手未完全長大，用高日價買起佢，然後將佢塞入自己個收費全家桶入面，消滅競爭對手之後，繼續千秋萬世禁收保護費。但係今次只如意算盤打唔響，200億美金嘅收購案實在太大單，直接觸動咗英國同歐洲嘅反壟斷調查機構。監管當局睇得好通透，你Adobe買 Figma 根本就係想消滅競爭，一旦俾你買成，全天下嘅設計師都唔會有好日子過，整個數字設計軟件市場嘅創新就會停滯。結果喺各方壓力之下，2023年12月，Adobe 同 Figma 宣正式終止收購。但係你估和平分手就完啦？喺購協議入面，為咗保障被收購嗰一方，通常都會設有一個反向終止費。收購失敗，Adobe 需要硬生生賠償10億美金俾 Figma。大家試下企喺老細角度諗下呢筆數，你原本想買起個競爭對手，結果買唔成，仲要開出一張10億美金嘅支票，直接送入對手個銀行戶口。呢10億美金足夠 Figma 請最頂級嘅工程師，買最好嘅伺服器，瘋狂開發新功能嚟打殘Adobe。呢線交易簡直係商業史上最荒謬嘅資敵行為，用自己股東嘅錢去養大自己嘅掘墓人。禍不單行，Figma 擅嘢啱啱爆煲，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嘅鐵就撲落嚟，監管當局正式起訴Adobe，指控佢哋刻意隱瞞取消條款，將巨額違約費埋藏喺啲細到睇唔到嘅字眼入面。甚至要求客仔要將隻滑鼠移到啲極其隱蔽嘅圖標上面先會彈出嚟。當局收集咗大量證據，證明Adobe明知啲客投訴無門，客服電話打唔通，電郵冇人覆，但依然繼續誘導大家跌落呢個月費陷阱。呢度大家要學識政策風險同監管黑天鵝嘅預判能力。當你間公司嘅利潤係建基於騙，總有一日會引起公憤，引發監管機構嘅反噬。最後打咗幾年官司，Adobe頂唔順要和解，賠咗1.5億美金，其中7500萬係罰款，另外7500萬係要無條件退返俾受害嘅客仔。雖然Adobe死口唔認錯，但係全世界都知佢哋理虧，連一手搞出呢套訂閱制嘅行政總裁都要黯然落台。不過真正令華爾街受Adobe股票嘅，仲有一個終極致命傷，就係人工智能。近呢2年生成式人工智能爆發，Adobe都急急腳推出咗自家嘅生成工具，號稱可以打字生圖。一開始啲客仔用得幾過癮，1年內生成咗130億張圖。但係Adobe貪得無厭嘅本性又出嚟啦，佢哋竟然偷偷地修改咗用戶服務條款，強制要求用戶同意俾Adobe掃描佢哋本地電腦入面嘅作品，用嚟訓練自家嘅人工智能模型。條款入面仲寫明Adobe擁有非獨家、全球性、
免版稅嘅權利去使用同複製你嘅內容。呢單嘢一出，成個創意產業界震怒，好多接商業大客、拍戲、做廣告嘅設計師，本身同客仔簽晒保密協議。如果你 Adobe 可以隨便睇同攞走啲未公開嘅設計圖，即係推班設計師去死，隨時要面臨天價索償。呢種做法就係典型嘅買辦思維同真正做產品嘅分別。真正做產品嘅公司係會諗點樣用新技術幫用戶提升效率，幫用家慳時間。但 Adobe 嘅思維係，既然你哋啲數據喺我手度，我點解唔免費據為己有，用你哋嘅心血去練我個人工智能，然後再買返俾你哋。雖然事後俾人鬧爆之下，Adobe 急急腳出嚟澄清同修改條款，但係信任呢家嘢，一旦爛咗就補唔返。華爾街班頂級投資者睇得出，Adobe 最強大嘅護城河就係佢嗰套深不可測、逼大家互相綁定嘅工作流。但係依家新技術普及，對手好似 Canva 同 Figma 都將生成功能深度整合，做圖剪片變得越嚟越簡單平民化。當用家發現出面大把平靚正嘅替代品，而你 Adobe 仲喺度玩隱藏收費同偷數據，客仔走佬只係時間問題。講到底，一盤生意嘅長遠價值係取決於你幫社會解決咗幾多問題，而唔係你用合約綁架咗幾多人。Adobe 將一手好牌打爛，由推動創意嘅引擎變成咗外創新嘅收費站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，任何靠壟斷優勢去蝦客仔嘅企業，最終都會被市場同技術嘅浪潮狠狠懲罰。好啦，今日嘅策局就講到呢度。商業世界瞬息萬變，大家記得帶眼識人，投資亦都要睇清公司背後嘅質素。我係廣財哥，我哋下期再見。